喺2025年6月5號，我就跟朋友咧去深圳玩。今次咧就去南山區。咁你去南山區咧，可以喺香港啦，搭巴士去到咧深圳灣口岸。咁坐2號線嘅地鐵就好容易去到啦。你見到南山區咧，周圍咧都係有啲高樓大廈。咁相信佢係商業大廈嚟嘅。佢應該咧就同我哋咧香港嘅中環咧係相類似。你見到咧喺星期五嘅夜晚黑7-8點啦，喺海岸城廣場咧，周圍咧都燈火通明喎。咁有好多嘅鋪頭，呢啲都係啲飲品店。佢又有時裝店，啲時裝店咧都好平啫。譬如50蚊咧就一條半截裙啦，裏邊有啲展覽。呢個人物咧係由電子遊戲裏邊嘅一個咧 AI 人物。咁呢間 DQ 咧就係雪糕店嚟嘅，佢啲雪糕咧非常之好味啊！呢一個咧就係飲品店。除咗飲品店之外咧，嗰度好多唔同地區嘅食肆，價錢都好平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劇院。劇院嘅外形咧就非常之特別。我哋夜晚黑咧就去咗咧都係海岸城廣場裏邊一間食肆咧食嘢嘅。咁佢咧就係收每人165蚊嘅人民幣，就係任飲啦、任食啦。咁仲有好多生果啊、飲品俾你選擇。上晝嘅時候咧，我哋去咗咧係三毛嘅超級市場，裏邊嘅貨物咧非常之便宜，不過咧就係要好大量咁買嘅。譬如呢啲蛋糕啦，佢咧大約70蚊咧就有12件喎，咁啲味道仲好好味啊！呢個咧就係大約40蚊人民幣咧就有3卷嘅廚房保鮮紙。咁你哋去嗰度買嘢嘅時候咧，可能咧買一份之後咧就同同學同朋友去分翻開，每人要啲嚇，因為香港咧真係冇咁多地方咧去放咁多嘅物品。